这首歌可能会浪费几分钟，话说在前头，反正不过忙碌那么久，也该放开双手，耍个白烂放个松。就是喜欢胡言乱语，小小的剧化作喜剧。我不是专家，仔细思考了一下，还是不知怎么回答。正如我说的，我不是专家，你说听君一席话，如听戏话。这首歌真的会浪费几分钟，刚刚就说过，后面没有，没什么不同，继续下去当作想要摆烂放个松。就是喜欢胡言乱语，小小的剧化作喜剧。我不是专家，只是思考了一下，还是不知怎么回答。正如我说的，我不是专家，你说听君一席话，如听戏话。真有耐心听到这里，最后一段会有意义，也是骗你。我不是专家，仔细思考了一下，还是不知怎么回答。正如我说的，我不是专家，你说听君一席话，如听戏